大家好，我係 Carrie，好耐冇見大家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滿月啦，即係農曆15呢個 topic 嘅。我自己咧就同15號啦，滿月呢個日子咧係好有緣分嘅，因為我自己結婚咧都係15號嘅，新舊曆15號啦。去 honeymoon 睇極光，我細個嘅夢想嚟嘅，都係喺農曆15號啦發生嘅。跟住我以前住嗰間屋咧，即係我阿爸阿媽間屋咧，其實15號門牌啦。我嚟緊新嗰間屋咧，又係15號 number，同我自己本身個名咧都係有個刑字，都係同刑規有關啦。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我同呢個滿月係好有緣分，同埋15號呢個 number 係好有緣分，所以就特別想講呢個 topic。咁除咗對我係好有重要性啦，咁對一啲宗教嚟講咧，可能佛教啊，佢哋會係初一15咧就會去做祈福啊、齋戒啊，或者去食齋嘅。因為咧初一15咧就係月亮對地球嘅引力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日子啦，佢就會潮汐潮退啦，佢會影響人嘅情緒，因為人咧身體上就有好多水分啦、血液，咁佢哋會影響到人嘅情緒啦，血氣係會喺一個可能衰弱啊或者水旺盛嘅狀態。咁如果你去做一啲儀式咧，就會係比較大幫助啦。咁西方都會嘅，即係可能佢哋每個月相啊、滿月啊，佢哋都會有啲儀式嘅，可能係淨化，可能係許願啦。咁喺滿月咧，咁其實係代表一個圓滿啦，去達成咗你個目標啊、願望嘅，咁你就可能去感恩啦，去再許願啦，或者係禱告啦。咁有啲人就話許願好似冇咩大嘅作用啊，好似都許咗好耐願啊，都達唔到自己嘅目標，咁就有可能你要檢視翻啦。第一樣嘢，你許個願係咪你真心想要咧？咁我之前嗰個 shorts 咧都有講過啲 step 嘅，就係第一步你要睇下，即係你要感受下你個內心啦，究竟嗰樣嘢係咪你真正想要、想去得到？第二樣嘢咧，你就係要去視覺化佢啦 ，visualize 佢啦，有一個圖畫喺你嘅腦海入邊。你真係要感受到佢啦，你可能有一種興奮感覺啊、開心嘅感覺啊、感恩嘅感覺啊，你要相信你已經得到呢樣嘢啦，係相信呢樣嘢真係會發生嘅。同埋咧，你要檢視翻你自己個潛意識，究竟你潛意識有冇啲阻礙你嘅嘢咧？即係可能有一啲恐懼唔係你嘅，係嚟自其他身邊嘅人，你就當咗啲係事實咧。咁你就要清理下你嗰啲障礙啦，咁將你想要嘅嘢植翻入你個潛意識入邊，咁就會去達成你個目標，去夢想成真嘅啦。希望今集幫到大家啦，拜拜。